来乡亲啊，后礼拜就是300妇女节咯。电商平台是推出着各种女性爱用的商品，而且上架是拍到2折大优待，要来抢赚着小姐太太的裤裤。无到一礼拜，就是300妇女节，真侪电商上阵上机，要阁叫大家妇女会叫你女王哦。女王紧看过来，拍开电商网络，真侪好康优惠，互你看到心花开。亲像某某专管商品2折到9折，甚至卖出成万台扫图卡机器钱，赚这波活动，原价29999，这考了后，唔免2万就买着。我们每天有提供12个时段，最高有999的 MOBI 的部分回馈可以提供给消费者。买气的推升下，业绩渴望可以达到3成以上的成长。赶快是人气真旺的电商 PC Home， 上春翠暗提掉的相机，查某囡仔注重面的保养，眼前看到的保养品拢优惠3折到4.5折。前2天的业绩看下来，比去年同期大概成长1到2成，预计整个档期做完大概会比去年成长25% 左右。那也因为解封的关系，所以时尚、户外的女性用品也有销售成长的趋势。以网络册店为主的博客来，那到达这期个象征春天旅游的商机，推出春季旅游、饭店、餐厅优惠礼券，电商赚300抢商机，选项多，继续天和民众为何高开？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